在礼拜六晚上时间，非常高兴我们一起同心来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这时候我们要邀请各位能够将你的手机转为静音或震动，也让我们在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也邀请你能够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一起来享受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跟敬拜。在我们开始以前，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此时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时间，我们要一起透过祷告，来为我们自己在你面前得罪你的地方，不蒙神的应许的，我们都恳求神来安静我们的心，一起透过祷告来经历神。愿主你成为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要透过更多的祷告来经历神，愿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我们一起安静心，再次来预备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告诉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凡我们向你祈求的，不仅要让我们得着、寻找以及寻见，叩门你就为我们开门。我们恳求你将我们的生命再次在你面前敞开。我们要在你面前来向神祈求，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许多的需要跟挂虑的事情，我们要完全的交托仰望神。主啊，我们要奉主你的名来向主你祈求。我们相信你是成就我们祷告，在你心意的里面来成就我们祷告的上帝。主啊，你要让我们能够因此而得着主你所喜悦的生命。我们恳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每次来到神面前，用祷告的心，我们要以耶和华为我们生命的盼望，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智慧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义无挂虑的来到神的面前，将我们所需要的向主你祈求的时候，主啊，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跟感谢，来告诉上帝，主你爱我们的心，我们接受到了，我们领受到了，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有更多的能力、盼望、信心与智慧来为主而活。主啊，恳求神带给我们帮助，再一次让我们在这环境世代里面，我们有许多需要突破的地方，而不为环境所逼迫。主，我们要特别将我们的生命交在主你手中。你差遣我们如同羊进到狼群里面，让我们出去，但我们恳求你赐给我们从天而来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一样，让我们能够防备许多攻击我们的人，可能透过他的言语，可能透过他们的行动，让我们失望，让我们感到难受。但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顺从神，不顺从人，这是应当的行动，也是应当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要再次向神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以敞开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有盼望的儿女。谢谢主，恳求你带领我们能够进到神你的国度里面去经历，无论是患难，无论是难处，我们都依然喜乐的盼望，为主而活。主啊，谢谢你，虽然我们知道义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要帮助我们，救我们脱离这一切。主啊，谢谢你，你教导我们不要害怕，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我们不要惊慌，唯有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必定带领我们走在安歇的溪水边，能够得以有活水的生命，为主而活。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上帝，愿主你的盼望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谢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神，愿主你的话语能够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神你恩典的道路上。谢谢主，主啊，恳求神你也将你的话语能够带给我们生命有充满更多的爱与恩典，让我们的生命不仅有盼望，能够带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家人，还有未信的还没有领受神你福音真理的人，让我们能够有能力，能够分享主你的话语，分享主你的爱，分享主你爱我们的行动，也同样的去爱那有需要的人。谢谢主，我们要再一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神，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起在敬拜赞美里面也同等得着喜乐的盼望。谢谢主，我们要在你面前再一次恳求神带给我们智慧，带给我们从你话语当中的能力跟盼望，让我们知道如何与神的你所创造的人能够生命能够有更多的连结，也让主你的福音透过我们能够分享出去。主啊，你教导我们，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求主你赐给我们一颗和睦爱人的心，让我们在服侍你，让我们在教会里，让我们在家人朋友之间，让我们学习做一个有盼望的人，做一个懂得如何与人和睦相处的人。主啊，愿主你将这份智慧赐给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祷告里面经历神你所赏赐的智慧。愿主你赐给我们有更多的能力，让我们一起领受神你的使命与盼望。主啊，你要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乃是叫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主，你教导我们你怎么爱我们，我们也应当如何来彼此相爱。主啊，谢谢你再次带给我们一起透过祷告能够经历神你与我们同在的爱与恩典。我们要再次将我们每一位同工、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交托仰望在神的手中。愿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同等在祷告当中经历生命的能力与盼望。谢谢主，让我们学习更多操练的祷告，让我们看见在祷告里面能够与主你相见、与主你相会的那份能力以及恩典的平安。谢谢主，我们要再一次将今天我们一同领受这份真理，一同领受这份祝福，一同领受生命的盼望，向你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谢谢主，谢谢主。主耶稣，我们要一起在你面前用主你所教导我们的祷告一起来祷告。愿在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感谢主，让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享受神丰盛的恩典，特别是救恩的福音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祷告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
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让我们一起在祷告当中去经历神的信实，神垂听我们祷告的呼求，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得着那信心的盼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到神的面前，能够借着他圣灵的感动，来帮助我们软弱的心变得刚强，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以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馨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心事，你必垂听；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信实，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爱我们，将你的宝贵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主啊，每当我们祷告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的生命就要单单谦卑的顺服来到主你面前，来求告主你的名。主啊，你与我们同在的生命，要教导我们的生命能够透过祷告来面对我们生命当中所遇到的患难以及困难。求主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每一次在你面前用祷告的心来向主你献上感谢、祷告、赞美。主啊，你要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盼望，赐给我们有传福音的使命与交托的生命，学习信靠神，学习仰望主，学习用我们的生命的盼望、生命的见证来荣耀上帝。愿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美好的见证，为主做光做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邀请各位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让我们的生命能够透过奉献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宝贵的赏赐。如果你有预备，你有感动的，也将你奉献的金钱能够带到就近的教会，能够一起用你的行动来荣耀上帝。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
将我们的生命带到神的面前，对主说：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主，请坐。这时候，牧师来做简单教会消息的报告。在我们明天主日礼拜由我们的神学生蔡尚恩同学来证道。那我们明天牧师跟小长老会去到寿中中会五甲教会来做我们大桥教会的请安募款工作。那请各位弟兄姐妹关心带到。那我们在下个礼拜礼拜结束后，也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协助我们圣诞节的布置的卸除也请大家留意一下，下礼拜我们小组聚会暂停1周。那我们在今年度的会员合会只要你是属于大桥教会的你的会籍在大桥教会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参与这件很重要的工作，也就是关心教会一整年2024年教会的事工的报告，还有我们的活动计划，也期待我们能够一起来关心教会，让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多参与的弟兄姐妹跟同工，能够带领我们的教会在新的一年继续能够走在神的道路上，得蒙神的心意。我们在新春礼拜，在1月29号大年初一，那也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把一整年这个新春礼拜，也就是我们的大年初一我相信不是睡最晚的，我们是最好的是把最好的时间奉献给主，所以我们要带着感恩的心，在新春礼拜邀请你能够带领你的全家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新春礼拜的聚会。那我们的华语礼拜在下个礼拜我们会暂停2周，那2月1号也因为是年假期间所以我们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们连续2周的暂停，在2月9号华语礼拜会改在礼拜日的早上11点到12点，那再请各位弟兄姐妹留意，也欢迎每一位想要参加大桥教会华语礼拜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参加，但是因为原先是安排在礼拜6，那我们即将要改成为在2月9号在礼拜天早上11点，那也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特别为这件事情的调整来做关心代祷。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个主题，叫做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那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观看新闻的习惯，有吗？有哈。所以你会发现，其实2024年，自从台湾整个的国家的内政哈，你会发现人选完了以后，都会有非常大的变动。那特别去年之后哈，牧师这样子关心整个国家的变动，发现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人变了之后呢，如果人的心呢不在这片土地上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讨论也好哈，那个关系也好，你会发现很乱。所以我时常在想，到底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变动的世代，特别在台湾，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面对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如何关心国家的相关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的问题，还有国家主权的问题，甚至民主自由的议题？你们觉得台湾民不民主？应该蛮民主的吧，而且蛮自由的。如果你真正去了解过相关的国家，很多国家、世界国家，其实台湾算是非常民主的国家。但是呢，往往人太民主的时候，往往没有自己该尽到的本分的时候，也就是说，没有尽到公民的责任跟义务的时候，就会产生混乱。好，所以呢，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基督徒要如何来思考这个自己生在这片土地上，基督徒也要有所谓的身份认同啊。我们不是只有在教会谈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要做什么事而已。我们也甚至要知道，我们处在台湾这个国人的社会当中，我们身为台湾人，身为公民，那么我们应当要怎么做？所以呢，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复杂。那今天牧师也只能够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底圣经里面、信仰里面，我们应当要如何去面对，才不会导致什么？你也不想关心，要么就关心过头，人家就说，好像去教会的人都插劲低呀，这样也不好。所以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5章第10节，耶稣在8福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个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主耶稣他其实在当时候已经预告，为义而受逼迫的人是什么？是有祸的还是有福的？是有福的。那为义受逼迫是受什么逼迫？就是受的逼迫，如果你有了解过整个圣经里面新约，只要愿意跟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后来会产生基督徒跟犹太教徒的许多在信仰上宗教的纷争。为什么？因为当这个罗马帝国这个尼禄皇帝开始要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有人基督徒就会选择怎么样？靠边站的哦。他会选择我不是基督徒，我不相信耶稣的，我是相信犹太教里面他们那一位上帝。所以你会发现开始有分门别类出来。所以当国家开始逼迫人民的时候，当基督徒开始要选边站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想，我们要如何成就上帝的公义啊？所以我时常在想，基督徒在圣经里面到底在教导我们如何有一个更属灵的意义，让我们明白我们为义受逼迫到底是什么意思。好，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为义受逼迫不是指我们寻求受苦不是而是我们要坚持行公义的事情，而且要遵行上帝的道。那如果你这么做，会不会遭世界的人反对？有可能但是要怎么做？怎么办？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从信心里面去扎根、去明白，开始做起。所以最近你一定会发现新闻很多要罢免的问题，有没有？那到底要不要罢？该不该罢？要不要再给他机会？其实这个问题还蛮有趣的。其实我个人认为啦，如果不适任应该这样讲不适任应该就要下来了。因为就好像班上选班长嘛，对不对？我们这个小时候课堂上选班长，一定会有人怎么样？觉得班长是一个领袖领导者他可以做得好，我们就推选他。如果他做不好呢，一定会有人更好的人怎么样上来？所以我觉得，在现在，如果国家在
看待整个的国家的立法上，我觉得不适任那就要下来。那罢免是一个人民应该要有的责任跟公民义务。可是如果这个公民义务必须被剥夺的时候，那么我们要不要争取？要不要？要的哦，这是要的哦。所以有效的行使真正的公民责任跟义务，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谈的公义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公义。那么这个公义，我觉得按照国家来讲，这个只是片面的政治方面。可是圣经里面怎么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公义是什么？我们必须要好好来了解。好，彼得前书3章14节说，我们一起来读哈。你们若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所以让我想到，最近好像这个罢免团体特别越来越强盛，有没有？但是他们的强壮方法是非常的理性哦。有人会说，有人就会突然间会攻击他们，谩骂他们，他们怎么样？他们会不会害怕？会不会？会。但是我们就告诉他们不要怕。但是我们说不要怕，我们可以怎么样？你们去上战场就好了。其实不是，我们更要支持，为他们祷告。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台湾的社会有很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都是在欺骗的谎言里面，而让人信以为真啊。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世代，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时机点，把持住我们上帝所给我们的公义。我们要认识，我们要好好认识。那奥古斯丁天主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他说，真理在受迫害时闪耀，因为他不愿意妥协于世界的压力。所以我要问各位，如果你在这个世代，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当我们的自由或民主这个议题即将已经开始被碰触的时候，可能会被剥夺的时候，你要不要去讲真理？要不要？其实是要的哦。我一直我最近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原住民朋友，那他们是从花莲来的，那好几次牧师在跟他们吃饭，我都会问他们，你们知道你们的这个某某立委啊？他说哦，他是花莲王啊。那我就问了，我就说，那你们有没有什么？你们会不会怎么样去想要怎么样去解决啦？帮助你们的县市啊？他说没有嘞，还好嘞。哇，我觉得这不是真理啊！真正的真理是什么？真理是信基督徒必须要为了真理而有可能会受迫害啊！当我看到那一些新闻媒体上，甚至在网络媒体上的 YouTuber， 他们为了真理，可是他们不是基督徒哦。他们宁愿为了真理而受迫害时，他们依然去发声。我觉得，主啊，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做基督徒，可是我们却为了真理都不敢说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牧师不是要鼓励你们现在出去就开始去参政了，不是啦。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要好好为台湾，甚至为了我们家人朋友，他所处的地区，如果他是爱这片土地台湾国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试着去讨论，试着去怎么样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明白，其实公义非常重要，真理非常的重要。基督徒在面对社会不公义压制的时候，应该要坚持真理，而不是屈服于世俗的文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什么是正确的真理。到底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是上帝所认定的正义啊，也就是神的义。这个义代表什么？原文的意思它常常指的是神所设立的正义标准。这个公义，这个义不是人所定的，可是这个义呢，是用神的圣洁跟公义的表现。所以这个义啊，不是人类自身的道德或行为所能达到的，而是神所赋予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知道这个义，并不是人靠着他的道德行为所能做到的，你就会发现，
如果是神所赋予的，那这个才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继续的去把守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罗马书3章22节说，人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什么？义人哎，没有一个人例外哎。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大部分的人，你看整个国家哦，包含那个政党领袖都在看谁信谁，谁信谁，有没有？哦，我们都在看哦，我们都在看说谁讲的话比较真实啊，有没有？可是实际上基督徒要想的是，我们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是救我们，他要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盼望，而让我们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成为真正上帝的儿女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个义，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先信耶稣基督，不是你做什么好事才叫做义人啊，不是啊。保罗说，这个义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我要问各位，你觉得这个义在基督里面，为什么说要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他做了什么事？有没有为我们受难？有没有？然后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最后复活，再次给我们盼望，有没有？如果他只有死了，然后他没有复活，你会觉得你信这个耶稣基督也感觉怪怪的。可是他不仅死，为我们而死，要救赎我们的罪，而且还死了之后3天复活。那复活之后呢，还传给他的，还复活显明给他的门徒看，然后门徒看完以后就大有能力，开始借着圣灵的能力四处去传教，然后把这个福音传递开来，而有今天我们所信的这份信仰。所以我要问各位，你相信耶稣基督这个生命吗？他摆上的生命是什么？是付上代价的。所以如果上帝要让我们称为义人，也就是要我们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啊，不是吗？还是只是让你相信他就好了，你就好好在家里做你要做的事情，然后有什么需要你摆上的，需要你付上代价的，需要你牺牲的，你也都不愿意，那你也可以当义人，你觉得可行吗？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行。我觉得神所赐予信徒的这个义啊，必须要基于信心的啦。那个美珍姐，你有在招待对不对？你去招待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开始如果单纯只是请安问候，然后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这样就 OK 了。你觉得招待这个身份跟任务有达成上帝的意吗？我相信你也会想这个问题：到底我服侍神，我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人，单纯相信就好了吗？我觉得义人这个身份啊，他有一个身份很重要之外，他最主要是我要学习像耶稣基督一样，那是摆上的，就跟我做一个牧者一样，我不能单纯我只是完成神学院的考试，3年之后我就可以单纯就很容易当一个牧者，没有那么容易耶。我必须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时间、精神，去跟人家说，让人家明白，让人家了解真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在你的家庭，在你与人的关系上，你不愿意摆上生命，去跟人家分享我们之间的冲突的关系，如何去了解真理？关系有没有真理？有哦。真理就是要好啊，关系要好啊。总不能说我跟你建立关系是要不好的，每次见到你都是吵架，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生命里面都有一个很好的真理，神要我们去做，而要我们去不断的去努力的去调整生命，去达到良好的关系。所以我时常每次好像我们的同学学生来到教会，我一定问你有没有跟爸爸妈妈讲，为的是要做什么？要看他有没有跟家人是否真正达到一个真正和谐的关系。这个就是真理。所以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他不仅会看见自己生命打从心里面的那个生命的改变，是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生命，让他更多的委身放下谦卑，而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不足的，而开始改变。
所以他的生命就会被上帝称为义人啊。所以这个义人不是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然后来到教会，然后受洗完了，哦，我就是一个义人，不单单是这样，我们要去做很多的检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知道上帝所认定的义，是要告诉我们，人只要信耶稣基督，就可以被上帝称为义。你要把你的生命要摆上，知道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为你而摆上，为你而牺牲他的生命。那你也要在上帝的面前说：主啊，怜悯我，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罪人，求主你帮助我，让我能够真真实实的，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救我的罪，而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的生命会不会变不一样了？会。那生命不一样了，自然就被上帝称为义人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太重要了。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这个了解这个义，为义受逼迫这个义。第二个，要遵循神旨意的生活。我们一起来读哈，遵从神的旨意，行出神的道德标准。好，特别是什么？要对爱人如己啦、真理啦、诚实啦等等的品格要坚持啊，好，不要随便。所以好，我们知道马太福音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里的义代表的是什么？是追求与神的心意相符的生活啊。当你学习想要先求神的国，而不是先求自己的东西，你就说主啊，我今天想要打电动，可是这个打电动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只不过满足我的心里面的需要。今天我想要买这个东西，其实你认真去想，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只是满足你的某部分上的需求。但是当你想到主啊，当我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希望这个东西不仅让我能够好好的祝福我身边的朋友，还能够荣耀上帝，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必要了。你就会开始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真正需要，这么需要它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当我们了解追求神与神的心意相符的生活，你会知道你要怎么去爱人啊，你会知道什么叫做真理，甚至要诚实的去说出来。诚实重不重要？很重要。大部分的人都会用说谎来掩饰自己不敢面对的那一个层面的问题，所以用说谎之后呢，他就要用下一个谎言再继续怎么样？去圆谎，好，所以到最后呢，他整个人就会情绪分裂、人格分裂，因为他又要解决那个说谎的人自己，又要解决那个真实的自己，所以他时常在那边就是交错的。所以人会忧郁症，往往是这么来的。我个人认为，我时常接触过有一些忧郁症的弟兄姐妹，他们讲话会有感觉，会有一层，他好像在讲他不太敢讲的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牧师在跟人家分享，在听他讲话的时候，往往会听出好像他背后某一个东西是他不敢面对的问题，而那个他不敢面对的问题，往往是他最需要的问题，需要去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要问各位，假如我们没有一个诚实的生命，爱人如同自己，你爱不爱人啊？静瑶，你爱人吗？你说要看爱谁啊？是不是？我们一定会想说爱看谁嘛？你们知道哦，牧师时常说，我们看到那一些比较情绪比较偏差的孩子，或者是比较行为不好的人，我们也要懂得为他祷告，要懂得爱他、包容他。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现场真正遇到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都会闪得远远的了。这是正常。可是呢，我觉得我们要学习换一个角度，当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有智慧、有能力，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人，所以那个胆量跟心境就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爱人不容易啊，真的不容易。可是当你先求神的国和义，我觉得你所想要的神都会加倍赐给你。好，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第二点，遵循神旨意的生活，这是我们很重要，就要从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先求他的神和国和义。那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是什么？
好，这些东西就是有可能是饮食哦，你的生活、衣服所需相关的，神都会赐给你。可是问题来了，我们愿不愿意先求神的国和义啊？不容易啊！牧师时常在问很多年轻朋友，我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没有在奉献呢？或者是说你的奉献为什么不够啊？”好，弟兄姐妹也一样，你的奉献为什么不够啊？大部分的人都会说：“因为我有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我有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那我心里就在想，如果你先买这些，那该奉献的时候你没有奉献，那你觉得人是先求神的国和义，还是先求自己的东西？啊？对，原则上是应该要这样嘛。那我讲的是说，别人大部分的人都先求自己了。好，我先把我自己所需要先够好了。但是大部分的人都忘记了基本的基督徒的基本能力。那个基本的能力是上帝想要知道的，想要看的了。所以，如果我们明知道该奉献，我们也明知道该来到上帝的面前，然后守主日、敬拜神，可是我们却都是先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时间、自己所想要的先摆在第一位，那么我要告诉你，神很难再多给你。好，这是我的感触。好，那牧师本身我自己也深刻的体会到，其实奉献真的很重要。好，奉献很重要，所以这个交给各位，好好的去跟神面对面。好，第三个，什么是义？正义的社会行为啦。好啊，其实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对待贫困的弱势的群体，还有抵抗不公的这些情境下，我们要有这个，要有这种态度跟心境，要时常去看。好，所以当行的就当去行，当做的就当去做了。好，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啊，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茭香、芹菜献上1/10，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其实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也就是一定要做的。”很多基督徒都把这一段话把它用来说：“哎呀，圣经也说啦，线上我也都有在奉献1/10，这不是最重要的。律法上还有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公义、怜悯、信实。”很多基督徒把自己应当奉献的1/10当作是不必要的，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真正的。圣经里面在讲的，他想说公义、怜悯、信实，指的是要我们学习耶稣多次在教导要怎么样实施，要施行怜悯、公义和公平。所以基督徒在世上要实现义的那一部分，实际上不单单是你的奉献而已啊，而是要什么？要有公义，要有怜悯，要有信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4个，我们在义，神的义是什么？义是为信仰坚持的结果。为义受逼迫，如果我们对信仰、对这份真理，你没有坚持，好，今天有人约你说，美珍姐，礼拜天我们去这个最近比较冷那个山上有下雪，非常美。好，礼拜天我们的时间安排都是在礼拜天，你可不可以？我们可以跟上帝请假一下。好，我记得我以前常常跟我的母亲讲，妈，我可不可以请假？我可以礼拜天不要去主日学了。好，每次只要考试了之前我都会跟我母亲讲这些话。然后呢，每一次我妈妈记得有几次我妈妈真的同意，可是几乎同意之后呢，我几乎都在家里做魔鬼撒旦的工作，看电视、偷懒，然后没有真正去好好去做我应该做的。所以我后来发现，其实我并没有为了信仰好好去坚持。甚至我会去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个义代表的是那一些因为坚持神的真理、信仰、公义的生活方式而遭受逼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基督徒会不会因为信仰所面临的困难挑战，你会不会去坚持啊？你要不要坚持啊？我觉得这是值得现在的世代、国家的很多的政治的一些问题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在祷告中去明白上帝的心意？其实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好，所以呢，为义受逼迫的义啊，其实代表的是要用上帝的标准跟真理。好，在信仰上面呢，我们要去了解上帝的国和公义。我们为了这些上帝的国度跟公义而活的人，我相信在属灵的生命上面，他要得着更多的盼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后面那一句话是什么？天国是他们的。上帝的国度要赐给那些坚持行义的人，而且应许他们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得着那真正的奖赏。如果你愿意因为信仰而受逼迫，而成为这样的人，我相信你在拥有天国的应许跟上面是得着保障的。那这不容易，因为看你怎么选择。好，有些人不见得会选择这样，我宁愿安全就好，平安就好。可是真的平安吗？如果台湾我们忘记在这个最宝贵的时间去关心，甚至去为台湾、为这些人群、为这些领导者祷告。假如有一天台湾的民主自由没了，你会想什么事情？说主啊，怜悯我，我真的缺乏祷告。在那当时候应该要多祷告，我都没有好好祷告。不只是台湾，你也一定有时常遇过有一些你好像原本应该要多祷告的，可是你没有好好祷告。牧师时常想这件事情。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天国不仅是未来永恒的应许，也是现在属于我们还活着的人，时常在这个为了义受逼迫的人，我们应当要了解的，这是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应许。彼得前书4章14节、16节、19节说：如果你们为基督的缘故受辱骂，就有福了，因为上帝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若是为了做基督徒而受苦，不要觉得羞耻，要因这个身份归荣耀给上帝。所以照上帝旨意受苦的人，要继续怎么样？专心行善，将自己的灵魂交托给那位信实的造物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我们最终的盼望不是在地上的国度啊，而是天上永恒的家啊。所以如果我们地上的这些问题、跟挑战、跟现况的混乱，你还会害怕吗？我告诉你，你了解过神的意之后，你就会了解我要更多祷告，求靠上帝。你会更知道现在我们遇到的，我们要更多的关心，我们要更多的为这些事情来祷告。所以你还会说我祷告不知道为什么事情祷告吗？应该不会吧？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约翰福音18章36节，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基督徒的价值观应当要跟世俗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耶稣他说这句话，无论是政治环境如何，我们也应当要坚持守住这天国的原则。那天国的原则是什么？也就是我们要了解现在的环境社会当中，神要带给我们是什么。如果你受逼迫、受压迫，那你要怎么样？你一定要有自由嘛，对不对？你一定要得到释放嘛。那你觉得信主的人会不会有自由？应该要有吧，因为我们是靠上帝的人，我们是依靠神的人，我们是依靠神会行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应该要积极的去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的公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公义。所以我们要明白，如果社会有任何的公益的行动，你要不要去关心跟参与？可不可以参与？可不可以关心？可以的。好，所以有人问我说：“牧师啊，如果现在这个环境那么乱我应该要去吗？”我说：“去啊！你是基督徒，你有那个时间，你有那个金钱，你有那个心力，为什么不去呢？你的参与会带给更多的人支持啊，甚至会让更多不信的人看到基督徒是有爱的啊。”是懂得行公民义务的责任啊！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弥迦书6章8节，我们一起来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这个礼拜，我记得有一个多家教会桃园多家教会一个陈小伟牧师，那他在荧光幕前讲到有关现在不适任的台湾的立委，他鼓励更多的人能够出来，能够罢免这一些不适任的立委。牧师完全，我在这边不是站在哪一边，牧师要先讲清楚，我是属于哪一党，而是要告诉各位，不管是在观看荧光幕前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每一个立委，每一个人，他在荧光幕前，如果他会带给台湾的社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可能是一个举动，比什么哪一只手指头的。你要知道，不是因为你认识他而认为他就适合，不对。我们要关心台湾，是要选出适当的人来管理台湾，帮助我们台湾。所以你觉得，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谦卑的心，他时常在荧光幕前那大吼大叫，你觉得那是适合是一个领导者吗？我都怎么看，我都觉得我还比他比较适合当立委。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啊，这就是神教导我们上帝所要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徒可不可以参与国家、关心国家的内政？可以吗？可以啊。所以牧师鼓励各位哦，每一位基督徒，你们要在社会里面、在国家里面做一个好的领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世代，我们要了解加拉太书5章1节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我觉得台湾有很多的国人，即便是基督徒，谈论到公义、怜悯，很多东西都很会讲，可是要谈行动，完全没有行动能力。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是背负着这个奴仆的恶了，被绑住了。那说自由也不是真正的自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这个社会不公义的时代，沉默不是一种选择，我们应当勇敢站出来，为主的公义发声，做一个真正心中有平安、有行动力的基督徒，这才是神所要我们做的。好，所以德国信义中的这个神学家，他潘霍华说，沉默面对邪恶本身就是邪恶。注意哦，沉默面对邪恶，如果你面对邪恶是沉默的，那么那个沉默不是沉默了，那是邪恶的了。了解了吗？好，有很多基督徒他认为我沉默，我在等候，其实不是。我们等候也不祷告，我们沉默，我们宁可选择沉默，也不谈。我们跟人有冲突，我们也沉默。我们也不懂得去了解问题出在哪。我觉得人的心非常的邪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需不需要和睦？需要和睦。牧师也鼓励啊，我也非常鼓励。如果你是关心国家政治的，你有机会进到立法院，去到那个核心叫国家的核心，你要能够成为一个影响者，要帮助那一些没有办法行公义、好怜悯、谦卑心的人，让他学习心中更加的谦卑。所以每次我看到政论节目，很多时候看到一些人讲话，有些时候讲话太大声，然后哇，我都觉得主啊，怜悯他，他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人的心需要谦卑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有爱。耶稣说：“你们现在相信吗？看哪，时候快到了，现在就是你们将要分散，各自回家，只留下我一人。不过我并非一人，因为父与我在一起。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耶稣在最后，他即将要受难，
要是被钉十字架以前，他知道时候快到了，到时候你们就是门徒，你们会分散，各自回家，只留下我一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嘛，对不对？好，是要叫，但是主耶稣说，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不是一个人了，我的父与我在一起，所以他也告诉你们，告诉他们说什么？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会有苦难，但你们要放心，我已经胜过这世界。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在遇到我们现在的环境社会当中，我们要更多求靠上帝，让我们给我们智慧，给我们能力，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啊，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每一件事。在现今台湾正经历着自由民主的交恶苦难的时候，我们相信你是生命公义以及自由的源头。恳求你让每一个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的台湾人民，不是用自以为义的方式来管理国家，乃是要有良知、诚实、忠心的态度，为台湾国人负责任，不是造谣、欺骗、毁谤，没有管理施政的次序，在管理国家。恳求你让我们时常透过祷告，求靠主的大能，赏赐智慧，在台湾的总统每一位政府官员，让他们有足够的谦卑、善良、忠诚的心，来做好立法，管理国家未来的发展。我们所处的国家才不会让诡诈的共产制度、魔鬼撒旦的伎俩来抢夺台湾这片充满自由、得来不易、平等的民主社会。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愿主你让我们每一位相信你掌权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朋友，在生活当中能够勇敢为主你行出真理、有公义的实际行动，努力关心为这片土地的国人来代祷，让我们在这充满混乱的世代，能够继续为主做光做盐，使你的荣耀国度彰显在这世上。奉主的名来祷告，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下个礼拜接下来的2周，我们华语礼拜会改在2月9号的早上11点。愿主赐福大家，也愿你平安。